爸，媽媽在不在家？爸，求救時間。我現在要打給溫迪，打給溫迪。我媽上面寫的是溫迪，用的是英文名。哎媽，有沒有在忙？我很快問你啊，客家話1、2、3是怎麼講？一龍三喜嘛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在做運動的時候，我也是用龍，是不是？啊，龍三喜很奇怪啊。那你說金泥上用泥啊，好呗。对。这是我們今天的2位老師。哇，老師好。這條老街啊，就是你們今天要走的，一直串聯的主幹道。你只要有事，你就走在你家旁邊，就有土地，就有把供。你家的雞不生蛋，你可能有機請它。這是真的。對啊，因為古時候嘛，就是很多很辛苦的事情。你要把控啊，不要下雨啊，你再下雨，那農作物就沒啦。做好了嘛？貴族的殼。嘿，我們是不是有漢種？還有地種。地種的嘛？鹼種啊。嘿，地種。CC 3路思密達。